各位街坊，馬桶黃垢千祈唔好硬刷，換用廚房呢4樣法寶，陳年尿垢自動溶解，唔好再花冤枉錢啦。有冇發現無論你買幾貴嘅清潔劑，馬桶邊嗰啲千年老垢永遠都洗唔甩，到頭來都係非常之清潔無效。其實唔係你唔夠大力，而係你輸咗俾一個物理現象，因為馬桶壁係直嘅，普通液體一倒落去，受地心吸力影響，1秒鐘就流走晒，根本冇時間同污漬發生反應。你倒幾多落去，其實都係直接沖落大海。所以今日老林我要教你用廚房入面最常見嘅材料解決呢個難題。只要加一樣嘢，瞬間變成強力清潔劑，可以掛喺馬桶壁上面，無視地心吸力捉住污漬咬。點解一定要用呢啲粉？因為佢遇熱或者遇水會產生極強嘅清潔力，比起市面上化學合成嘅清潔劑更天然，就算沖落大海都唔會污染。最重要係夠平，原本幾百蚊嘅清潔服務，自己整成本唔使2蚊，效果仲要勁過平時10倍。今日呢條片，老林我要挑戰用10蚊幫你搞掂廁所最核突嘅馬桶問題。想知點樣用幾蚊雞做到專業清潔公司嘅效果？即刻跟住我睇落去。首先處理最令人頭痛嘅馬桶，好多人問梳打粉點解可以洗廁所？問得好，呢個就係市面上液體清潔劑洗唔乾淨嘅死穴。自製嘅粉末可以掛喺馬桶壁上面，鎖住清潔成分去咬甩啲污漬。市面上所謂嘅掛壁清潔劑，其實都係加咗增稠劑，不過賣貴幾十倍。為咗幫手，我哋需要準備以下材料。第一位，梳打粉，亦即係碳酸氫鈉3份，專門中和酸性嘅臭味。微細粉末可以做深層磨砂。第二位，檸檬酸2份，一撞落去就會起泡，將頑固嘅尿酸結石污垢溶解。如果屋企搵唔到檸檬酸，唔緊要，直接攞廚房宰尾嗰支白醋出嚟，效果一樣咁好。第三位，粗鹽1份，有高滲透殺菌作用，而且粗鹽嘅顆粒可以增加摩擦力。屋企冇粗鹽唔緊要，用平時嘴型嗰樽普通幼鹽一樣得。雖然話幼鹽細粒啲，刮起上嚟摩擦力冇粗鹽咁勁，但其實佢哋嘅成分係一模一樣嘅。只要鹽分夠濃，一樣可以產生極強嘅滲透壓，直接抽乾啲細菌嘅水分，令佢哋脫水死亡。殺菌效果一樣係100分。製作方法好簡單，準備一個絕對乾爽嘅碗，按照3:2:1嘅比例，即係3份梳打粉、2份檸檬酸、1份粗鹽，溝勻佢。如果有粒粒，記得壓碎。呢個就係基礎版嘅馬桶炸彈粉。如果連粉都懶得次倒，可以將頭先嗰碗粉加入少少洗潔精，千祈唔好加水啊，搞到啲粉變成類似動力沙嘅質感，捏得埋一團就得。放入冰格或者模具，放喺度1晚乾透，每日隨手揼1粒落馬桶，佢會自己起泡、溶化、殺菌、除臭，連刷都唔使刷。老林喺度必須要提醒大家一個自殺式行為，千祈唔好加漂白水，混合會產生有毒氣體，會傷肺。記住用咗呢個粉就唔好再用其他清潔劑。同埋雖然呢啲材料好天然，但檸檬酸始終係有刺激性，大家戴反對膠手套先好開工，保護雙手。將粉均勻倒喺馬桶壁，等20分鐘，你會聽到嘶嘶聲，佢幫你做緊嘢。之後輕輕一擦，啲污垢就甩晒，馬桶即刻白淨。各位老友記，就算你跟住我頭先嘅方法，將個馬桶洗到識發光，但我話你知，你分分鐘每日刷牙洗面嗰陣都喺度食緊屎。點解會咁？嗱，千祈唔好以為老林嚇你喎。你有冇諗過自己平時沖廁所嗰陣，有冇冚埋塊廁所板？好多人貪方便，一撳掣就走人。其實當水流急速沖落去嗰一刻，會產生一個強大嘅馬桶氣旋。呢股旋風會將大腸桿菌、糞便微粒同埋啲細菌瞬間噴到2米咁高。2米即係幾高？即係啱啱好噴到你掛喺牆上面嗰條毛巾同埋洗手盆上面嗰支牙刷度。
你諗下，日日用呢啲布滿細菌嘅毛巾抹面、牙刷刷牙，係咪等於變相食緊屎？所以想保住一家大細嘅健康，最簡單1毫子都唔使使嘅絕招就係沖廁所之前第一件事冚蓋，只要加呢一步就可以將99%嘅細菌困死喺馬桶入面。千祈要記住啦。好啦，馬桶內壁洗白淨，沖水習慣又改好咗，但你係咪硬係覺得個廁所行入去總係有一陣隱隱約約嘅尿壓味、曳味？無論你噴幾多空氣清新劑，甚至點香薰都冚唔住，其實陣味根本唔喺馬桶內壁，而係收埋咗喺2個大家最容易忽略嘅死角。第一，廁板嘅較位，即係連接處；第二，馬桶底座打玻璃膠嗰條邊，尤其係屋企有男人嘅，屙尿最容易彈到呢啲罅隙。日積月累，啲尿垢發酵就變成惡臭源頭。點對付佢？好簡單，攞返我哋頭先洗馬桶用嘅梳打粉，加少少水，開成牙膏咁嘅糊狀，用把舊牙刷點落去，喺呢2個死角位度用力刷2下，然後由得佢敷5分鐘。梳打粉係天然嘅吸味除臭大師，5分鐘後用濕布一抹，啲陳年尿垢同臭味即刻斷尾，廁所空氣即刻清新晒。總結一下今日老林教大家嘅3招：自製炸彈粉除千年尿垢，沖水要冚蓋保命，梳打粉糊除死角惡臭。呢套組合拳唔單止幫你個馬桶洗得乾淨，仲幫你慳返買化學清潔劑嘅冤枉錢。學識呢幾招，1年慳返幾千蚊，仲要環保，保護全家人健康。如果你屋企個廁所都有呢啲痛點，今晚即刻試下。各位街坊，覺得老林今日分享嘅嘢實用，幫到手嘅話，記得俾個 like， 訂閱我哋林氏有方，撳埋個鐘仔，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老友記同屋企人，等大家都唔好再踩坑。我係老林，我會繼續幫大家發掘更多低成本、最實在嘅生活健康智慧。我哋下集見。